OTG 啊，就是那个 USB 线哦，大头转小头，然后可以两台手机连在一起，然后网络影片这样说啊，电力可以支援啊，电力强的可以支援那个电力弱的，比如说你拍秒会的影片呢，一支高阶手机来拍，然后电力可能会不够啊，拿一支比较低阶的手机，那个电力比较够备用，需要的时候就马上两只手机用 USB 线连接。一般的 USB 线一边小头一边大头，所以要有转接头，大头转小头，转接头大头转小头，这个叫 OTG。然后说电力可以从高的流向那个低的，也有支援的作用。